母親節的特殊賽場。2025年5月11日嘅上海體育館內，44歲嘅張柏芝戴住黑色鴨舌帽，口罩遮住半張臉，卻遮唔住眼角嘅濕潤。看台上，他舉住手機嘅手微微顫抖。鏡頭里15歲嘅 Quintus 騰空躍起，排球畫出一道凌厲弧線，落地得分。觀眾席爆發嘅歡呼聲中，張柏芝突然捂住嘴，個個側身扣殺嘅身影，與2003年謝霆鋒喺紅館演唱會上乜動看濕劉海嘅畫面，喺他眼前重疊咗。媽咪，點解爸爸從來唔嚟睇我哋比賽？中場休息時，Quintus 仰頭飲水嘅動作頓住，突然發問。場館定燈打喺佢稜角分明嘅下頜線上，張柏芝仿佛間好似見到23歲嘅謝霆鋒喺新警察故事片場另開礦泉水瓶嘅模樣。他匆忙背過身擦拭眼角，再回頭時已換上笑容。爸爸係忙工作啫，媽咪唔係講過咩？佢都好掛住你哋。基因嘅勝利，賽場雙子星嘅謝氏烙印。Lucas 謝霆鋒嘅叛逆基因覺醒。18歲嘅 Lucas 謝震軒喺場邊熱身時掀起衣擺擦汗，6塊腹肌引得觀眾席尖叫連連。呢個被港媒稱為翻版霆鋒嘅少年，連甩頭髮嘅弧度都與父親如出一轍。2024年謝霆鋒帶佢喺瑞士滑雪時，媒體爭找拍父子並肩而立嘅畫面，同樣嘅微駝背站姿，同樣嘅右手插袋習慣，甚至面對鏡頭時下意識抿嘴嘅小動作都分毫不差。細佬問起爸爸時，大佬總會攬住佢肩膀轉移話題。知情人士透露 ，Lucas 私下收藏住謝霆鋒所有演唱會藍光碟，卻喺張柏芝面前絕口唔提。Quintus 矛盾綜合體下嘅溫柔守護。11歲身高已超170厘米嘅 Quintus 謝震南，被隊友戲稱排球場上嘅柏芝。當佢笑住露出虎牙時，活脫脫是張柏芝2001年白蘭時期嘅少女模樣，可一旦皺眉發球，凌厲眼神又令人諗起謝霆鋒喺怒火里嘅硬漢形象46。呢個總係賽後默默幫媽咪拎包嘅男孩，書包里常年備住張柏芝嘅抗過敏藥。佢記得媽咪對體育館塑膠味敏感。6000天嘅育兒密碼，張柏芝嘅去腐化教育實驗。刻意模糊嘅父愛缺口。佢哋嘅爸爸是超級英雄，只係拯救世界比較忙。呢是張柏芝給兒子們編織嘅童話。即便係謝霆鋒演唱會後台 ，Lucas 教導細佬食飯唔可以玩手機時展現嘅威嚴，都被他解讀為你哋同爸爸一樣有原則。呢種刻意將父親特質轉化為普世價值觀嘅智慧，令心理學家都嘆服。運動療癒法，用汗水代替淚水。從 Quintus 5歲開始，張柏芝就帶住3個仔輾轉於滑雪場、拳擊館、排球場。2025年春節，當謝霆鋒手把手教 Lucas 滑雪時，呢個總冷住臉嘅少年終於露出笑容。佢唔知媽咪提前3個月就與謝霆鋒團隊敲定咗呢次偶遇運動場上嘅成就感激發嘅多巴胺，正係悄悄修復缺失嘅父愛認同。母親節特供眼淚，那些被鏡頭放大嘅脆弱瞬間。當 Quintus 第5次望向觀眾席入口時，張柏芝掏出化妝鏡補妝嘅手突然頓住，鏡面倒影住孖仔張望嘅眼神，與2018年 Marcus 3胎兒子喺幼稚園畢業典禮上尋找爸爸嘅畫面重疊。他快速摸出手機播放謝霆鋒嘅《黃種人》，聽，爸爸係俾你哋打氣啦。呢充滿港式黑色幽默嘅一幕，被眼尖網友發現視頻進度調始中挺係0點整，個個號稱從唔流淚嘅獅子座女人，終究係15萬網友觀看嘅直播裏，任由一滴淚滑落喺 Quintus 嘅冠軍獎牌上。宿命輪迴，星二代突圍父輩光環。當 Lucas 喺賽後採訪中脫口說出我嘅偶像是媽咪，張柏芝瞬間破防。呢個總被要似謝霆鋒嘅少年，其實繼承咗母親骨子裏嘅倔強。佢偷偷報名烹飪課，因為媽咪總食外賣對胃唔好。佢拒絕所有選秀邀約，只因唔想被論靠父母。而 Quintus 寫喺母親節卡片上嘅等我攞到奧運冠軍，就俾媽咪買大花園嘅別墅，令張柏芝諗起1999年自己買俾媽咪嘅第一套公寓。兩代單親母親嘅命運係呢個排球場上完成閉環。港媒觀察新時代單親家庭嘅非典型範本，
當其他星二代深陷炫富醜聞時，張家兄弟係賽場揮汗如雨嘅模樣，意外掀起運動系星二代風潮。教育專家指出，張柏芝嘅賽事陪伴法提供咗一種父愛缺失補償方案，用集體榮譽感替代家庭完整性，用競技目標轉移情感訴求。呢場持續18年嘅育兒實驗，係母親節呢日得到階段性驗證。當 Lucas 把獎牌掛喺張柏芝脖子上時，看台上嘅閃光燈記錄低咗比任何電影海報都動人嘅畫面，一個單親母親終於將自己嘅名字寫入咗母親呢個角色。